好，安尼大家好哈。老师哦，咱继续来上这个语言学哈。目前为止，敢有啥问题？应该 OK 啦哈。好，若随时有啥问题拢会当提出来哈。好，咱昨呢有讲到这个主音、母音主音呢，伊的排列呢，伫咱台语内底用会到的符号咱即摆看的这是用 IPA 的符号来描写伊这呢排列呢伊是有一定的原则换的即段呢，这是照即个发音的部位发音的位置为什么所在来发音的呢用安尼来排列倒手边是等于是咱人的喙型的外口为双唇、气环、软壳甲即个然后呢，带为外口一直入去到内底安尼过来即个另外伊的发音的方法有轻的读音、落的读音嘛有擦音嘛有擦音无擦的擦擦音即个擦音呢伊嘛有分轻的擦音甲落的擦音过来有变音有片音即几个呢是咱台语内底用较会得的即个发音的方法所以用安尼来用起来的时阵呢即个表格咱就当看会出来所以呢咱甲你讲台语内底呢落读音若讲落读音伊安怎有啥物款的特色的时，落读音就是记无个即两个啦但是你若对即个表来对过落读音对过就是即两个安尼若讲双唇的落读音人若讲双唇落读音就是啥就落读音甲即个双唇才对起来拄交集的所在安尼迄个双唇的落读音所以你若伫看语言学的 paper 呢若也毋捌学过语言学看起来因为看迄专有名词足侪看甲灰煞煞其实迄无咧偌困难简单讲就是安尼尔若双唇的落读音就是无即字若是甲你讲双唇的清读音双唇的清读音就是啵甲破即两个内底伊有分送气甲无送气若是无送气的双唇落读音就是记啵即个音若是有送气的双唇落读音就是破即个音就安尼尔所以呢迄名称过来另外一种伊是用符号来表示所以基本的原理是这呢嘛免特别死记啦，理解了呢，你若定用自然就熟手啦定用自然就熟手好这是即个咱台语的主音较定看的主音嘛当然伫正式 IPA 内底伊的符号是足侪，但是咱毋免全部记啦咱就记甲咱台语较有关系就会使咱昨嘛有做即个 IPA 的 transcript 伊的转写的练习针对咱台语用较会着的遐个符号呢咱昨有做一寡练习遐敢有啥问题基本上听起来拢是无困难啦理解拢无啥物困难主要讲爱练习啦有熟手无熟手就是爱练习即种物件就是你爱定练习自然就熟手你若无练习呢虽然听有啦毋过正经真要用的时阵就写袂出来因为咱时间嘛诚有限啦所以咱这是密集的课程所以咱嘛无法度太侪时间各位做练习嘛无法度出作业你若讲是学期中咱一礼拜才上一届尔就会当有一寡作业当下恁来咱家做练习但是咱这因为逐工拢上课所以较密集所以练习的机会就较有限无要紧，大家就了解就好未来若有用着有啥问题会使再去甲咱问好安尼过来咱就来再进一步啦来讲即个好咱先煞来来就即个可能嘛诚侪人会问着即个问题啦诚侪人问讲即摆教育部用的即套万罗
甲白话字，过来较早前嘛有一个叫做通用拼音，也是搁较古早有一个叫做托鲁巴，迄可能大多数人毋知啊，迄差不多20当前，以前抑佫有伫用，后来就无啊，就是对遮呢，有诶人可能灰煞煞，灰煞煞，想这到底是安怎？这甲汉语拼音，中国汉语拼音佫有啥物可能无共呢？伫遮呢，咱嘛佫简单小讲者咱即个有学过即个语音学母音、主音遮 IPA 遮有认捌了呢，咱佫来简单来看一下伫遮呢 PO 字就是白话字啦我甲播放一下PO 字就白话字会简称即个TL 呆了或者是慢了再来 TY 就是通用拼音遮呢呆了呢，呆了即个有当时嘛会火啦，真侪人会火啦，嘛是会火气啦因为呢，即个台湾罗马字伊本身嘛是叫做呆了会啦，但是台湾罗马协会是用白话字的所以即个呆了呢，有诶人会甲教育部即套罗马字的拼音方法会叫做呆了我即摆是拢较惯势叫慢了啦，因为伊诶全名叫做闽南语罗马字拼音方案伊本身嘛是叫闽南语所以用慢了较袂火，无当时用呆了呢，有诶人想对教育部系，有诶人想对台湾罗马协会用诶白话字所以火不过这互大家知影就好，就讲呆了伊诶意思是啥当然伊原底是记台湾罗马字诶简称啦因为台湾罗马字比教育部较早就有比教育部公布即套慢了进前咧，都已经有台湾罗马协会所以会火有诶人嘛会甲教育部诶即个罗马字甲合做教罗意思讲教育部诶罗马字毋可能即个教罗嘛是会火气，因为人教会罗马字人用百外当人都拢叫教会罗马字就是教会内底伊嘛拢有几若种诶称呼，伊一种是讲白话字，咱即学即白话字另外一种讲我咧教会罗马字简称做教罗，所以伫教育部公布即套闽南语诶罗马字拼音方案进前咧，教罗拢是记教会罗马字啦但是即摆我发现有诶人可能即段历史较无了解，甲教育部诶甲讲想讲是教育部诶罗马字，就简称做教罗所以有当时会议你知影所以这基本诶概念各位爱了解一下过来即个通用拼音是安怎来的呢通用拼音上原底是90年代90年代即个中央研究院的即个研究员助理研究员伊笔传伊所发明的当然伊后来离职啦伊后来中央研究院迄样踢出来，就是迄个无达到迄个相关的规范所以尾来伊就无搁伫中央研究院伊是迄个发明应该是讲开创通用拼音的主要的人啦是90年代迄当时陈水扁做台北市政府的时阵呢，伊笔传因就去甲游说游说互伊叫伊来使用即个通用拼音迄当时陈水扁嘛有甲采用啦当然迄当时为啥要采用？因为相对汉语拼音来讲呢在90年代迄当时就是即个华语比如路名要用对一套拼音方案当然其实古早就有啥物国语12424嘛维托马迄种就本来就有遐物件但是呢有一寡统派啦，因希望爱用中国迄套汉语拼音啦，所以就嘛一直甲政府迄当时就施加压力嘛有暗算要用就对迄当时扁呢伊做台北市政府的时阵，伊就是无爱甲中国共款所以伊才无爱用汉语拼音，因为迄当时国民党是倾向未来要用汉语拼音啦，所以你看马英九上做即个伊一个做即个总统了呢，伊全部甲台湾的高速公路遐地名、路名、路牌全部改做汉语拼，完全要甲中国共款迄当时扁伊是无爱甲中国共款所以即个伊笔传因着为汉语拼音咧修改一寡符号，变做通用拼音来
通用频率是安尼来，所以通用频率甲汉语拼音差不多85%是共款的，敢若15%无共啊。差伫倒位，迄我等下简单介绍一下吼。咱有学过即个语言学，特别语言学了，你我过来解说一下，各位就会当较理解。无一般人话若讲啊，你汉语拼音甲通用拼音差伫倒，可能听甲无啥。当然咱这你若一般啦，后盖你若要教学，要教互囡仔，也是无需要讲遮啦。这是因为各位是要做老师的，需要了解这背景，所以咱会讲。但是你若要教囡仔，直接就教，看你是用白话字，还是用教育部这套慢乐，直接教就好，毋免去讲这历史啊。这是因为要做老师的，爱小可了解这历史背景吼。好，咱拄来讲到这个通用拼音，所以当时这个仪表全音设计出来了的。阿扁也因咧用，阿扁因嘛咧用。这个通用拼音呢，伊一开始是要对付汉语拼音的啦。其实呢，伊有策略过啦，伊就是联合次要的敌人来打击主要的敌人呢。迄当时主要敌人就是汉语拼音。所以通用拼音迄当时拄出来的时阵呢，包括仪表全嘛捌来找我呢，嘛捌找。即个郑良伟教授找一寡足侪台语界较有名的人，就甲游说讲你嘛来支持我用汉语，支持我用通用拼音。我通用拼音有2套，有假设甲一式，假释甲乙释啦，甲伊平顶的假，有假设甲一式，意思讲伊通用拼音有2种啦，一种呢就是甲汉语拼音较共款的，85%共款，用 V 来表示波，即个另外一个呢，伊有即个一式的，就有假设甲一式，另外一个是甲白话字较共款的。所以当这通用拼音伊迄甲主张用白话字的人讲的时，伊就讲你看我嘛有一套甲你共款的所以足侪人拢骗伊，讲好啊，安尼我就华语的中国话我支持你，莫用汉语拼音，用通用拼音，但是你台语支持我白话字伊表全嘛讲好啊，讲骗所以等甲伊成功了呢，咱台北市政府嘛用后来伊势力愈来愈大。本来通用拼音根本无人知影啥物叫做通用拼音嘛，但是尾就是为阿扁甲采用了呢，开始大买起来，所以愈来愈济。所以你若看早前啦你若可能各位若无伫国校教台语就较毋知，你若较早期2000年初期愈开始伫国校伫教，你就较知影，有的人就讲用通用拼音较好，为啥呢较好？迄是种迷思啦。你只学过语言学了，就知影讲迄是有问题啦反正呢，后来2000年初期的时候，阿扁做总统的初期的时候，迄种是通用拼音声势嘛做好。迄当时仪表全音就学做啦食过好就开始呢，伊咧推销，因为伊这华语的市场占起来了呢，换开始要来台语的伊当初是讲啥物假设一式拢糊糊的无啥物假设一式啦，就是全部拢甲汉语拼音共款的迄式就是用 V 来代表波即式啦，所以若足侪人变面，就讲你甲你当初甲我讲拢完全无共人欺骗好，咱正讲，这通用拼音，伊的做法呢，关键的是甲汉语拼音是共款的啦。简单讲啦，简单来形容就是讲，汉语拼音个通用拼音拢是用华语、中国话、北京话做主体啦。伊的思考点拢是先配合中国话、北京话的需求，配合伊的语音的特色，来用遐文字，用出呢用无对的汉语拼音用无对的，遐出来，敢若袂输饼以外才分离啦，分离台语、分离客语来使用啦。简单讲是安尼啦。所以伊的通用伊号即个名，这嘛是有美感的。伊的通用意思是讲，台语、客语、原住民、中国话、北京话，拢会用拢会通。学一套，全部语言拢会通，伊的口号就是安尼，所以才叫做通用拼音啦，是安尼来的。但是这呢是有盲点啦，外行的人最容易互骗的，但是你若内行的语言学家无人会支持伊啦，因为简单讲就是讲，敢若袂是讲你要设计一套衫、一束西装大人囡仔拢会穿一，查甫查某拢会穿一，瘦的大箍的拢会穿一，他有可能的，对无？你若要大人大箍的，要当穿即束衫，伊衫一定做甲足大。你囡仔瘦的就一定穿袂，就穿咧咱看布地共款就无可能会合嘛。咱即摆来看卖，为语言学角度来看，
看我讲有道理也无道理啦吼。来，咱即下讲即个通用拼音呢，咱用举即几个例啦吼。通用拼音内底呢，即个伊读做巴啦，甲你巴喙皮巴啦，BA 读做巴，PA 呢读做趴啦，爱送去啊趴啦，然后呢，通用拼音伊个分早期甲后期啊。较早期就是还无啥人知影时阵呢，伊迄当时上早捌用 VA 啦，其实你学过英语知 VA 是哇呢，对无？但是你要叫人读做哇，迄嘛是安怎？伊无你插其他语言，反正你硬记啊，台语硬记啊，反正我先配合中国话，了剩的你台语就是硬拗就对啊，后来伊的无就变做啥？用 VHA 啦。用 VHA 来表示无啦，但是呢，咱也学过语言学了，咱就发现讲，IPA 顶头你若 H 通常拢是表示送去的意思啊，你一个 V 搁一个送去，足奇怪，咱台语都无安尼啊，但是你来硬记，这读做无啦，明明都会当用写做 VA 就好啊，读做巴，你来 VHA， 为什么？因为伊要先配合中国话啊，中国伊用即个啊。来表示巴所以巴就要安怎写？只好就 VA， 经互伊摕去用，摕去表示波的音嘛，安知吼？顶头呢，这就是教育部的闽南语、罗马字拼音方案，或者是白话字，或者是 IPA， 咱即摆学 IPA， 拢是安尼。这就是读做巴、趴，当然伊这是上标啦，IPA 顶头爱记 ，IPA 送去 H 是上标。但是伫咱文字的时阵，因为你上标足无方便的啊，所以直接写做 PH 但是安尼其实读起来嘛无冲突所以 PH 是趴即个读做巴所以伫教育部的也是白话字的，也是 IPA 其实是较一致的全世界嘛是安尼上济你像讲越南话嘛是安尼啊，越南话、印尼话嘛共款，甲咱拢共款。法文、西班牙文、拉丁文、发音嘛拢甲咱共款，伊的用法就是拢这，所以人 IPA 安尼定嘛是有道理的IPA 人100当前就定出来IPA 是啥定的？迄是西方国家、欧美国家定出来所以人嘛是参考着大多数的语言是安怎用，所以伊就照安尼用所以咱的白话是符合世界条例，符合世界用法的结果无符合世界用法是啥？通用拼音甲即个中国的汉语拼音，伊顶多是违反中国的伊顶多是违反中国所以你看恁有的人即摆咧学汉语拼音用 BA 讲这读做巴，完全是错误。对中国人来讲，当然伊录音发袂出来伊无会读做波去对中国人伊无 care， 无所谓无要紧但是咱台语、越南话、印尼话足侪语言录音无录音，迄是有分的，伊是一个区分的形态呢。咱之前咧讲的，迄是会当区分的形态，有录音无录音是会当造成的语义无共，是两个独立的因素呢。所以伫咱台语内底足重要的，你太使符合黑白用。但对中国话无差因为对中国来讲，巴巴即两个伊分袂出来伊无需要分遐清楚，所以凊彩摕一个来用结果即个用了就安怎？甲世界冲突当初时中国伊用这伊无care伊定是1950年代定出来，汉语拼音是在1957年定出来。迄当时是冷战的时代迄当时中国咧甲伊联合即个苏联甲世界欧美国家咧对抗，迄是冷战的时代所以伊无爱甲你共款无 care 对无？结果咱即摆毋知影啦，拢想讲。中国这较有国际化咧，敢若袂说爱对较对呢？其实毋是迄是中国化呢。汉语拼音是中国化毋是国际化所以咱若对汉语拼音是颠倒，甲家己陷入中国的陷阱内底呢，甲世界真正是袂通的所以你囡仔若学即套了呢，后摆伊来读台语，就甲即个读对巴去然后才伫讲咱台语学白教。教了毋对去，这是啥？未扑假扑毋对的呢，颠倒你指责人的对的
吼，这敢袂输吼，考试买名的，你纠正第一名的，讲你读了毋对伊啦，就是安尼，就是作憾的。即种情形毋是无哦，毋是无发生，真正有哦。尤其伫2000年迄几年，2000年迄当时呢，就是通用拼音伫甲人争，伊要争做要求教育部爱甲伊定做唯一的即个拼音方案的时阵有一寡老师拢互骗去无理解嘛，因为因对语言较无了解，伊讲通用拼音讲的做道理呢，即套甲即个汉语拼音嘛足成呢，人汉语拼音足侪人伫用呢，汉语拼音迄是因为无法度啊，你中国坚持用安尼，人世界若是要学你中文，当然只好就配合你中文的用法啦嘛，迄是无法度啊。但是真正全世界伫用的 IPA， 迄毋开始真正是国际的潮流、国际的标准所以这是即几个足大的差，这是足关键的一个差别啦所以迄当时呢教育部嘛开几若届公听会针对讲到底是要用倒一套嘛开几若届公听会迄当时呢，全台湾会使讲所有的语言学家，就我所在，差不多逐个拢反对用通用拼音啦用迄个足奇怪莫名其妙所以即段大概历史是安尼咱来看觅呢即个通用像这呢这咱之前讲过咱快速溜一下伫英语内底呢，送去无送去，伊毋是区分的形态所以对美国人来讲呢，即个派甲 spy 即两个，因听起来是共的，但是对咱来讲听起来是无共的对无？对美国人来讲 p 即两个是毋是独立的音素，伊是音素的变体，伊是 allophones 的音素的变体就是对伊来讲听起来是共一个，虽然伫语音的角度来看是无啥共，毋过就音文学的角度来讲是一个音素尔这嘛是咱之前咧讲的，为 phonetics 语音学的角度，甲 phonology 的角度是无啥共的无啥共的所以派甲 spy 呢，为 phonetics 语音学的角度，为伊物理性质的角度来讲，是两个无共的语音毋过为 phonology 就是咱人的认知的角度来讲的，对美国人来讲啦派甲 spy 是共一个谱啦因为伊都无区分啊，但是咱有区分啊所以这个概念真重要这一定要知影过来咱再来讲这个咱台语呢是请落送去这三个特色拢有，毋过中国话无啦，北京话无啦北京话无啦所以咱再来看觅呢这个伊通用拼音呢，伊基本上就为这个汉语拼音遐概括啦伊是安怎来设计呢咱再来看觅请落啦清音甲落音咱来用波模来去看这波啦、多啦、高啦这拢是清音嘛安尼若是波我再加一点啦我暂时的符号意思讲落音的意思无多个这呢这是落音啦但是因为北京话无啦所以你看伊波模嘛无设计落音的符号这个送去呢，送去就有p 特克这是北京话伊的送去的音所以伊落的遮呢欠这个欠这组啦这呢咱伫 IPA 伊就是用安尼符号就足清楚的对吧 ？IPA 内底用这三组的符号非常清楚你清落不分，听中国话安尼清音落音无分的时阵伊要哪选择？伊要哪做？伊有几若种的做法啦伊会当有几若种的做法一种是伊就照人 IPA 安尼照安尼来分就好你就即个读册报的个共款破特克，对安尼来讲就好毋过呢汉语拼伊无爱，为虾米？伊想讲我落音嘛袂用着所以我即个破呢
我若要写做 pH 呢，是毋是爱搁加拍一个字母，较麻烦啦。所以因就无爱啊。伊就感觉讲吼，伊就用即种诶。我若安尼吼，搁加一个字母、两个字母，加较长啊，落长啊，所以我要甲用较简化，无我就用像第三种即种做法。VDG 呢，就表示不得个，剩呢这就表示不特克，安尼呢，伊会当缩短迄个文字的长度啦。所以对中国人来讲，伊要安尼，我嘛无反对啦，反正迄伊的选择嘛，因家己选择啊，伊要甲 IPA 无共，伊要追求迄个文字较短咧，嘛 OK，因为文字的角度甲注音符号角度本来就是无共所以汉语拼音伊就选择即个啦，伊就选择第三方案即种啦，伊就选择第三方案安尼啦，但是呢，你若像咱有录音的人要安怎？所以呢，你看像即个通用拼音还是讲搁较早通用拼音出现进前，嘛有一寡台语界的人的主张遐通常拢是毋捌语言学的人的主张啦，伊就安怎呢？你来看较早期有的人，伊就想讲即个米这米应该读做波多个这就波特科所以若录音台语录音的无要安怎？所以像咱拄来讲，早期的通用拼音就用 V 啦，用 V 来表示若安尼歌要安怎？歌好无就用 Q 啦，用 Q 来表示啦，所以这拄好，这两字呢拄好通用拼音伊无用到呀，所以毋知我讲诶，咱是捡人诶菜尾啦，人汉语拼音用春呢，春遐南山诶饼油还是讲菜尾呢，才互你台语来捡来用所以通用拼音诶设计。原则上就是安尼，因为伊要配合迄个汉语拼音嘛，所以春呢，中国用无到遐符号，才等互你台语来用安尼就变成啥？咱台语就甲世界差足济敢毋是？所以你来看，清了无分这第三组下骹即组，你看甲 IPA 即组来比较的时阵，哇，这全部拢毋对伊全部甲 IPA 符号完全拢错伊拢毋对伊无对应安尼有了解所以咱就咧分析讲，伊汉语拼音甲通用拼音伊伫用的过程，伊思考的重点就是以中国话、北京话为主，剩呢留落来遐符号，才等互台语、等互客语，互恁去分咱敢若去食共款分饼油简单讲就是安尼，完全失去台语的主体性，而且完全害台语呢，伊迄个语音的特色完全拢无去。所以为啥迄当时足侪人，尤其是有只要语言学背景的，大家拢嘛反对用通用拼音，原因是遮啦，这互各位了解一下这个咱过来讲，若安尼，中国的汉语拼音甲台湾的通用拼音的差别差伫倒？这个这个注音符号。波波么咱用伫顶头安尼啦各位来看一下你若汉语拼音呢，伊大概是安尼啦汉语拼音呢大概安尼对应落来你若为顶头对应落来大概较大的差别呢，差伫对呢？差伫遮啦，差即几个啦即几个支、七、西、之即几个音伊要选择的符号无共汉语拼音甲通用拼音大概差伫遮啦，这差伫遮是有啥物款的缘故为虾米？来，有人要讲看觅，来，咱有国文老师敢有讲看觅？有无？为虾米伊即几个要汉语拼音甲通用拼音为啥用无共？表示伊有啥物款无共的观点？这背后就是伊的观点无共来来讲看觅，有人要讲看觅伐？来，国文老师来有无？为虾米？有无？
想看觅呢？哦，伫汉语拼音内底像即个 Q 即字吼，伊读做奇嘛，吼，奇怪奇，伊就拼做 QI 啦。哦啊，所以这嘛变中国的特色呢。哦，你若看到号召有拼有用到 Q 的，你就知影稳当是中国来的。以前台湾绝对袂用 Q 的啦，当然即摆就无一定啊啦。吼，即摆有诶人可能有诶人较统派，伊可能条件要用甲汉语拼音共款的。但是你若早前啊，吼，号召摕出来，台湾人绝对袂用 Q 啦。所以像阮伫外国，较早伫美国读册时，你若看到东方的面腔的人吼，你若看伊拼伊的号召伊名，伊若拼到 Q 的啦、X 的，拢知影着中国来啊。吼，诶，啊剩的呢，啊你啊看到伊拼，那真诶拼起来甲台语的音足共款的呢。譬如讲蛋，你若看拼 TAN 的吼，啊你要看倒一国的，伊的号召若拼 TAN 的啊。啊，你若想啊，这是毋是叫碳？毋是啦，伊叫蛋啦。吼，倒一国，互你摇看觅。菲律宾华侨。菲律宾或者是新加坡啦、马来西亚啦，东南亚的啦，东南亚佫是讲福建话系统的人，真侪安尼啦。后盖你若注意看觅，伊若有啥物 TAN 的呢？通常拢是东南亚，啊，因本身是讲福建话，所以伊的老爸就是 TAN 蛋啊，所以伊嘛是拢共款蛋啊，拢写蛋啊，原因是安尼啊，颠倒是咱台湾人较无意识啊。台湾人内底呢，号召会用台语的，在座各位有台语的号召无？可能干我一个尔，干我的号召是用台语的，而且我的号召毋是即摆较用的，我是大学毕业出国读册时，我就甲请台语的号召啊。这迄当时呢，拄开始我要请号召的时阵呢，外交部佫无爱互我用台语请。我讲吼。我请美国的学校人诶入学许可拢互我，就是拢用即个名。我大学毕业证书英文的毕业证书，我嘛是用台语写的啊。因迄当时咱要请英文的毕业证书，学校拢会叫咱家己填你的英文名是，然后英文的字母的即个名是啥，所以我直接甲填台语的。所以我就用安尼甲外包我讲啊，我都拢用台语的啊，证书也台语啊，我请校嘛用台语啊。你即你名叫我用中文，我若到时我都入学要安怎？所以伊才勉强互我用台语的号召啦。这是较早较20-30年前的代志。但是即摆呢，各位你若要改用台语的号召会使啊。即摆呢，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啊，而且立委嘛有去甲外交部做协调。即摆呢，外交部尊重你的号召要用台语，要用客语，要用原住民名拢会使。要用台湾的母语拢会使，所以呢，你即个你的号召呢，你原底可能是譬如讲某某人用华语来拼的呢，会使改名。有诶讲我较早都已经有用真侪吼，拢用即个华语的拼字的名要安怎？无要紧，迄号召内底伊有一个别名啦 ，as known as，所以你会使安怎呢？甲台语的拼字变做你的正名。你较早用的迄华语迄名，你也改做别名 ，as known as， 会使改一。你着甲填，你着讲我理由，我就讲我族语母语啊，台语啊，我要恢复用我的台语的名来用号召。即摆外交部拢袂甲你刁难啦，前几年还佫会刁难，马英九执政时还佫会刁难，但即摆呢，后来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嘛佫有一位。去甲即个外交部协调，所以即届完全拢袂问啊，完全拢袂问啊。所以像我的囡仔呢，我两个囡仔我办号召全部拢办台语的，承办人员拢袂问，伊讲你这拼法是拼啥物？我讲我拼台语的，伊讲 OK， 无问题。所以你若有趣味呢，要替家己正名一个，台湾虽然也无落正名，毋过至少上无家己正名，用家己的名咧，即个拼即个号召，这嘛是袂歹哈？那是身份证，敢有算改一改名？身份证即摆咱身份证也无用罗马字啊，这是后一波的目标。认真讲呢，咱的身份证应该嘛爱穿护照安尼啦。
但是这就是讲吼，有当时啊，即个政府官僚吼，迄头壳要伤定啊，吼，咱呼叫迄个做国际化，伊有汉字，有英文，然后有字母、罗马字母，但是咱的身份证吼，都拢加汉字呢，全部汉字啊，哦，这是爱后一鋪啦，吼，后一鋪伊若咱去改的时阵吼，上无就是你汉字啊，佮有兼罗马，啊两个拢会当出现啦，安尼咪足好诶，哦，所以即摆政府讲要推广即个双语国家，要推广英语咧，啊，你这上基本诶爱做啊，哦，无你家己啊话讲叫逐个学英语也有效，对无？哦，啊，所以像这身份证这嘛是确实，你着双语就会当做啊，较有要紧。啊，你豆换嘛，你若要换，比如讲身份证放进来是安怎要换新，就拢改做新型诶啊，哦，啊，这是后一鋪啦，哦，至少护照这会当省略换吼。啊，来，咱即摆过来讲，啊，即个汉语拼音甲通用拼音差伫遮呢？来，啊有观察出来无？即四个字，吼，为虾米会无共？啊，知、七、西、知，啊，遮呢？即四个音呢，伊景的符号景无共，啊是啥物原因？有无？咱国文老师来在这国文老师讲看卖，还是英文老师嘛会使讲看卖？有无？是啥物原因？国文老师可能嘛讲袂出来，因为吼，大多数咱台湾迄个师范教育内底吼，国文老师拢无咧教罗马字啊，干那教波泡沫尔，啊这足害的。认真讲吼，波泡沫都毋好阁用啊，全世界敢咱咧用尔，走袂出去啊。哦，啊较输规矩，咱囡仔自细汉就是学罗马字就好啊。啊罗马字 A B C 学起来了，伊要学台语、学客语、学原住民，要学即个学英语、学法文，嘛拢加足方便的啊。甲迄10個月學波泡沫時間，甲興互囡仔直接學羅馬字，啊，迄羅馬字伊一套學了要轉換另外一套，加足方便的啦，啊，所以大多數的國文老師羅馬字嘛袂曉，啊，這就是師範內底吼，遐個算師公即個祖公輩即個老師，先保守啦，因就感覺講吼，以前。像較早伫報紙啊，寫講就愛廢除波泡沫好，教育部就起噗噗啦，就毋敢。講無咱絕對袂廢除，哦，就攏足驚遐師範學校誒老師會反彈，哦，啊認真講，這頭有啥物偌困難，哦，這咱若會曉羅馬字了，就加足清楚，包括這呢，伊差別差佇對，咱就會當看哦。咱即擺看覓呢，哦，伊是差佇對呢？這是因為。北京話伊個語音嘅特色啊，這嘛拄好教即個北京話語音嘅特色吼。咱再來看覓，所以你要設計一套文字嘅時陣，你要先對迄個語言伊個英文系統、佮伊個語音嘅性質愛了解，了才會看下就講，啊，你到底要用啥物符號，啊，要哪來設計啊？啊，咱再來看覓，即個波泡沫內底吼，中國話內底、北京話內底有知、七、西。知、吃、思，啊個知、吃、思，這三組啦，啊，這是攏有，這三組是有相關的啦，哦，啊，這個漢語拼音呢，伊是安怎呢？啊，伊這三組呢，伊先經用知、吃、思，吼，哦，這我念無啥標準吼，這大概知、吃、思，哦，這來，哦，知、吃、思，這來更字的，吼，甲無更字的呢。啊，伊用即個做上主要的對應的英文系統啦，啊，所以你有看啊，你看，伊佇遮呢，知、吃、思攏用即個 Z、C、S 來表示知、吃、思，對無？啊，伊對應的迄組有更字的，啊，因為為什麼北京話較更字啦？因為古早吼，即個滿洲人統治中國了呢，滿洲人。因是即個食肉民族啊，游牧民族啊，游牧民族啊，啊，所以講話呢較會更字啊，啊，所以因嘅滿洲話影響到北京話，所以你看中國話內底嘛是敢若北方嘅北京嘅更字更加上嚴重，啊，剩誒你若中國南方嘅你若去過中國南方吼，福建啦、廣東啦、
四川啊，这南方人咧讲的拢甲咱共款啦，拢是啥物台湾国语啦，就是无咧讲字的啦。所以会讲字迄是因为满洲人的关系啊。所以伊就是用讲字这特性，所以你来看伊 H 加起拢是啥物，就是讲字的意思啦。所以伫汉语拼音内底一加一 H， 就是全部拢变讲字的卷舌啦，安尼卷舌安尼啦，对讲字的所以 ZH 对知 ，CH 就变吃诗安尼啊 ZCS 就是无讲字，所以差伫遮 H 类就是讲字的，伊用即两个做一组来对应，了呢剩的符号才好 G7C 啦，G7C 呢？这种咱叫做儿化音啦，palatal的音啦，儿化音呢，其实认真讲就是啥呢？其实你有发现无？这个 G 啊，其实是 Z 佮加上 E 的发音就变 G 啊，是毋是？这个七其实是吃一七就变七去啊，有发现无？所以伫中国的北京话内底呢，G7C 其实是滋滋滋加上 E 的母音类就变啊，你知意思无？所以呢，但是呢，对北京来讲，伊无爱安尼做啊，伊就要用 J 来表示 G， 用 Q 来表示七，用 C 来表示，用 X 来表示 C 啊，通用拼音伊拄好做法甲汉语拼音无共，通用拼音伊就想讲来咱来看，伊是用对一个，伊是用即两个你看，通用拼音呢，伊是用即两个做一组啦，汉语拼音呢是用即两个做对应的对照组啦，安尼有了解啊所以你来看，伫即个通用拼音内底呢，JICISI 这嘛是 JCS，但是伊拢共款，用 H 来表示根字，用 H 来表示根字但是呢，剩的用 JCS 加上 H 的支持诗有根字的，若是 G7C 呢，伊拢加一个 I， 对无？就我讲的啊 ，G7C 其实拢是加一个 I 的母音落去尔，就 JCS 啦，JCS 伊就是 G7C 啦，了呢，剩的符号只好即个支持诗啊，只好支持诗来用安尼知这呢？当然，这呢，伊这部分就是配合汉语拼音，伊无爱去遐改，伊就直接用 ZCS， 甲顶头遮共款。无，伊嘛会当有另外一种做法啦，这个就改做 J 啊 ，JCS 啊，安尼毋是三组拢一致，对无？但是伊无，伊要配合，伊就是要减少甲汉语拼音的无共啊，无爱伤济无共啊，所以伊就干那经即两组做对比来互相呼应即个无要紧，伊就配合顶头的迄个汉语拼音安尼所以这就是通用拼音甲汉语拼音伊的差别，背后的思考无共啦，背后的思考无共啦，等于台湾遮伊就甲 G7C 就加一个 E 起安尼，伊认定迄就加 E 尔嘛，伊就加起就好安尼敢有啥问题？所以就变成即个呢，这嘛是我要啦。当初时设定即个通用拼音的时，伊的考虑点就是安怎呢 ？QX 即两个，即摆已经变中国的特色啦。你看即个东京奥运你若看伊的拼字有 Q 有 X， 知影中国来啊。台湾的应该袂好迄个名，对无？所以无形中会变一个中国的特色啦。所以伊是要避免即两个啦 ，QX 所以伊拢甲改做 CS 啦。爱改 CS 嘛毋是无道理啦，嘛是有道理，因为伊后壁支持诗就是用 ZCS 来表示安知影意思所以伊嘛甲摕来遮用尔，伊嘛无改变伤济啦。
哦，啊，所以这嘛是一种做法啦，哦，所以通用拼音简单讲就是汉语拼音第二式啦，第二款的汉语拼音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哦，啊，这拢是以中国话、北京话做主体性来设计了呢，剩的符号才互台语、客语去使用，哦，所以基本上是无台语的特色啊，无台语的主体性啊，哦，安尼遮敢有问题无？哦，这有语言学、有语言学甲英文学的背景了，来讲这可能就各位人较清楚了，吼。安尼遮敢有啥问题？这考试会晓吼，啊，咱有一个基本课哦，吼，诶，哦，原则上咱考试嘛是拢上课内底讲过啦，吼，以上课内容为主尔，吼。好，安尼这，哦，所以后盖人啊，讲问我啊，汉语拼音甲通用拼音到底差伫对？哦，大概迄个原理，安尼各位就有理解啊。哦，啊，当有当时啊，你若对一般人、对一般家长，还是讲对遮无介了解遐其他老师，可能也足歹甲伊解说遮，哦，用语言学的角度来解说，伊也无一定听有啦。但至少你著简单来讲，通用拼音就是汉语拼音的第二式啦，85%共款啦，敢若15%无共啦。哦，啊，通用拼音就是敢若甲中国话通啦，甲世界袂通啦。哦，爱互人知影讲，汉语拼音其实伫世界，伊是敢若要学华语的时阵，无法度人外国人来配合你中国去用你汉语拼音尔。但是伫华语以外，伫 IPA 还是讲伫其他文字的使用情形之下呢，人拢甲中国是无共的啦。哦，迄某种程度迄嘛是因中国的特色啦。哦，伊着调工甲人无共啊。哦，啊，所以无影讲甲国际会通啦。啊，伫国际华语甲会使 OK， 但是你若讲要甲国际的其他语言会通是无影啦。哦，所以这基本的概念，大家都爱知影吼。拄则佫断去啊，这网络佫断去，迄个佫断机吼，佫停用吼。吼，所以呢，即个吼简单讲吼，咱遮嘛有迄个吼。简单讲呢，通用拼音就是汉语拼音的双生啊，即个白话字呢，颠倒是甲世界较通的真侪老师、真侪家长误解这只要你佮甲补充一个例，因就当较理解。创造白话字的人拢是啥物人？早期19世纪，迄个时拢嘛传教士，遐传教士拢来自倒位？英国、美国、加拿大啦。你像讲咱台湾，上早前来咱台湾的遮个传教士，巴克勒也好，马雅各还是讲即个马街拢嘛英国，无就是加拿大无就是美国来的遐传教士啊。人逐个拢嘛讲英语的，英语讲写叫的因敢有可能讲设计一套即个白话字甲伊的英语单冲着的？无可能所以会误会讲学即个台语白话字、罗马字，就会甲英语冲着迄完全是外行人讲的话所以这互各位了解者过来，真侪人会问讲，即个咪明明我听着都无为啥你来讲是无？A、B、C 的咪呢？为啥物咱会讲是无？咱会毋是无？这咱嘛为语言学的角度来介绍一下咱现在佫做一个调查啦即个恁 A、B、C 呢？恁是念 A、B、C 还是 A？
B C A B A B C，后盖你会当去做一个调查，会当做一个调查啦吼。无共说台念的无共吼。咱先做一个调查者吼，来在座25岁以下敢有？敢若无吼？30岁以下有无？在座30岁以下来请发声者敢有？无哦，无人30岁以下哦，无35岁以下有无？35岁以下来在座35岁以下有无？嘛无哦。看起来拢足少年的，无人35岁以下。哦，无40岁以下有无？真你无40岁以下呢？哈？我两个phòng中甲京丁恁两个拢40岁以下吼。好来，你请恁念一个吼，你念一个，你自然就好，莫受着我影响，你念看觅，即3字用英文的念法，你安怎念？来，京丁来，你先念看觅。A B C 较大声小可。A B C 大家注意听，你搁念一解。A B C 伊念 A B C 对无？搁来，另外拄则迄个，搁另外一个查甫的，phòng中吼来。A B C。伊念了 A B C 啊无啥共，你有听到无？因两个念的是无啥共的哦。好来，咱即摆呢，50岁以上的有无？来，50岁自首者，来50岁以上的呢，来念看觅。好来，你念看觅。A B C A B C 对无 A B C， 好，来，搁来，啥物人？50岁以上的。我好来，爱辉来，你念看觅。A B C A B C 嘛是 A B C， 来搁有无？个人无？我念看觅。假如来你是几岁以下？你40以下吼？我甲静静讲诶。好来，你嘛念看觅。我是做想要举迄30岁以下，但是无法度。好安尼，你看足少年，我叫是讲恁拢30岁以下尔讲。来，恁念看觅呢 A B C。好，恁有发现无？你若人济啦，看较会出来迄个趋势啦，但是咱少数尔。但是你来看，京丁念的就较 A B C， 较接近波的音嘛，对无？你若拄则50岁以上，拢是 A B C 啦。简单讲一个趋势，你若去做一个调查啦吼。年纪较济拢会念 A B C， 就是台语的迄无的音会较明显 B C。若较少年拢会 A B C，B 清音的。到底是啥对啥毋对？来，咱在座英语老师来，英语老师啥物人？英语老师敢有伫个？老师，我伫遮。好来，请问就恁的理解你莫想伤济吼，就恁的理解，恁教你是教 A B C 啊 A B C。我嘛做想要讲我是30岁以下，毋过我是讲 A B C。来，你搁讲一下，你讲清楚，大家听看觅。我是讲 A B C。你真正30岁以下呢？你的发音甲京丁较共，大家有听到？来，你搁发一解，互大家斟酌听。A B C 是毋是 ？A B C 较清楚对无？所以你真正是少年的。恁嘛当去遐看吼，台湾英语老师若较资深的年纪较济 ，A B C 会较济；若较少年的 A B C 会较济。搁来。会晓台语的会念 A B C 较济，袂晓台语会念 A B C 较济。为什么会安尼？为啥有这个现象？因为咱愈少年的拢有英语老师害着啊。因为咱的少年的英语老师呢，因为尤其若袂晓台语的遐英语老师呢，伊的无拢听袂出来，嘛袂晓发，拢发对报去啦。所以认真讲是 A B C 啦，毋是 A B C 啦，是无啦，落音的啦，是落音的啦，所以做明显的就是讲，其实呢，咱台语就是讲你因为台语袂晓，所以嘛
无形中害着咱囡仔咧学英语呢。啊，即摆拢是怎将错就错，拢讲 A B C 较对，足侪少年英语老师讲啊 A B C 念 A B C 是毋对，是变台湾英语，其实伊家己毋对啦。啊，这呢，咱会当用电脑机器来量吼，所以这个嘛是咱今仔要补充一个吼，用电脑来量，得咱量出讲到底是 B 还是 B 啦，吼。老师有一条介绍，嘿，有一条台语的念名，阮拢细汉咧念的。嘿，我念一个，交大家分享一个。好好， A B C 狗咬猪，猪尾好，牛食草，草青青，阿婆仔生相生。嘿，对，A B C 到家己，这细汉拢会晓念啊。阮自细嘛是讲念 A B C 啦，哦。啊，到我读大学的时阵呢，我嘛是一个同学，伊英文系啦，伊拢甲我讲，我你 A B C 念毋对，爱念 A B C， 好，佮甲我足确定，我爱 A B C， 袂使 A B C。所以我当时想，敢真正安尼？所以我嘛足怀疑啊，所以我尾仔去美国读语言学了呢，啊，学着语言学了，发现我其实是我同学毋对啦，家己毋对，才讲别人毋对啦，是安怎毋对呢？咱休困一下吼，等下呢，咱着为语言学的角度，用电脑测量互各位看是安怎毋对啦，好，咱先休困一下吼，等下再继续吼。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毋过我嘛是40岁以下，我嘛念 A B C 呢。可是我怎么听老师讲是讲 V 呀、啊，对哦，我说错了，老师说要 B 才对，B A B C 到家己 B B，嘿。
后来咱搁继续啊，好，咱拄则呢有讲到即个声谱图吼，声谱啊，这嘛是为物理的性质吼来甲看吼，啊，咱若有物理老师应该就会较清楚吼。咱为即个声谱图来甲探讨啦吼，即个咱会当测量伊的 VOT， 啊 VOT 是啥呢？就是 voice onset time 吼，就是声音发出来迄个瞬间，啊，是伫几秒的时0.0几秒的时阵，伊的发音会发出来吼。即咱伫伊个语音学内底呢，咱叫 VOT 吼。啊，透过测量即个 VOT 呢，就会当看出讲伊的落音有落啊无落啊，吼。咱正常讲落音呢，就是伊若有震动会较明显。啊，即种震动明显的时阵呢，伊发出来声音的特质就无啥共啊。啊，你用电脑仪器来分析，就会当发现讲伊的差别。所以咱若对着读音呢，落读音、清读音还是送去的读音，即三种呢，拄好用即种 VOT 的测量的软体来甲量，就会当量出足明显的一个特色出来吼。咱即摆来甲试吼，譬如讲，我若发BA 发即个声音，然后用电脑仪器去遐量吼，这是我较早伫美国先量的吼，量好了，伊就走即个度出来，啊，你着用迄个声谱度吼，伊就画出即个度吼。啊，咱看觅咧吼，伊即个度生做安尼吼，即个呢 X 轴呢吼，伊这是时间秒数啊吼，伊这是千分之一秒啦，啊，伊这是千分之一秒，所以是速度足紧的吼，伊这啊千分之一秒。啊，过来 Y 啊 Y 即组呢吼，伊这是 frequency 啊，伊这是伊的即个F 哈 F0 哈，伊的频率哈，频率的变化的部分哈。啊，咱来看呢，这红色的所在哈，你来看，伊有红色的、后黄色的、后青、后蓝的，啊，这色字呢，哦，代表无啥共哈，像这红色的代表是伊的能量啊，伊发音的迄个能量啊，所以呢。有无音的所在呢，通常伊的这发音的能量较红，较红的所在，你就当发现讲伊是无音较明显的所在。啊，啊，咱再来看即个呢，这是落读音吼，落读音你要看，你要看伊即个度呢，啊，啊，咱遮呢，即条唇吼，我遮画白唇，即条唇呢是咱喙拍开的迄个时阵。你看，你若看吼，你若敢用目睭看，看袂出来，咱啊。但是你若用迄种摄影机来翕的时，你会发现讲吼，当你喙拍开迄瞬间，你的声音，即个瞬间这就是即个时间点，即抓就是你喙向向拍开，啊，你拍开的时阵，你的的能量会愈来愈大，啊，你喙还未拍开的时阵，你要迄个。迄个音看袂出来啊，因为咱正常讲你喙开足大嘛，你安尼你安尼讲我都发看袂出来啊，对无？所以一定是喙开了，你才发得出来。啊，所以你要看伊这红色，你看嘛是，你喙愈开愈大，像你红色愈来愈红，表示你的迄个无音的特色呢，愈来愈明显哦。啊，伫你喙拍开进前呢，咱来看倒手边这一段，一个青色的，一个敢若草布共款，这是落音的特色。落音的时阵才会出现这个啦。你若无落音，就无这个啊吼。啊，这个是啥呢？这个咱会当量吼，这个青色这伊有长有短啦，长短。这个特色是啥呢？互你摇看觅呢？这个伫你开喙进前，你得当量着这个物件。这个物件是啥？你摇看觅咧。落音。敢是然后要出声的时阵的迄个声？
哦，嘿，就是你若看你发吧的时阵吼，喙还未开过时，你准备要发啦，准备要发时，其实脑就开始震动啊，吧吧，哦，你若甲用慢动作来看下，吧，所以这段就是啥，脑震动，音量就是你脑开始伫震动啊，吧吧，哦。这段就是脑震动，也毋是气哦，这也毋是气通过哦，哦，因为你喙还未拍开啊，所以气还未出来啊，啊，所以这是喙拍开进前，你就会当量到，就是落音啊。所以咱再讲，这个草布呢，啊，青这个草布干啊落塌音，有落音的时开始出现呢。啊，这你每一届录，用每一届咧测的时阵哦，伊迄个时间点拢无一定平齐啦。哦，吧，你若发3届呢，你才会当量出3个时间点。哦，就这个箭头这个所在呢，啊，当然伊是千分之啊0.00几秒啦，啊，足细啊，所以呢，伊的这个每一届你发音的时阵呢，你会当量出这个时间点。啊，这个时间点若愈长，表示啥？落音愈明显啦。安怎意思啊？譬如讲，我即摆发一个落音较明显的，对无？我若调人拖较久的，哦，这你量出来，这个时间会较长。啊，我若念较短哈，这个就变较短。哦，啊，这你若愈短，就久去啊，久去的伊落音的特色就无去啊。哦，好，啊，咱来看。落音以外的特色会安怎呢？吼，所以这个爱记者吼，这个是落音的时阵，伊的特色就这种。你用这声谱度的仪器咧甲量出来就变安尼吼。啊，另外一种清音，比如讲吧，啊吧，啊吧，啊，你看，这个时阵呢？遮呢，伊就无迄个草布啊，因为呢，你喙还未开进前，你哪有无震动？吧，对无？你喙还未开的时，哪有拢未震动啊？因为清音伊就哪有无遐紧就震动啊？哦，所以这是清音的特色哦。所以你看遮呢，你找袂到迄个草布，青迄个草布，找无啊。所以这声谱度一看，你若对声谱度内行啊，伊就通看出你发的是啥物款的音啊，啊，足明显就是你看，伊这条线是喙开的迄个瞬间嘛，吼，所以你看，吧，啊，伊喙开了呢，你迄个啊的声音较出来，啊，能量较走出来，红色的，你看，吧，啊，所以这是清音，啊，清塌音。伊的特色是安尼吼，啊，过来，咱来看吼，送气的音呢，啪，哦，你看，这个是毋是无啥共？你看伊这红色的能量，较退后呢，开始出现红色能量进前，伊才有一个黄色佮柑仔色的区域，对无？吼。所以这个呢，这条线是咱喙拍开的迄个瞬间啦，吼，喙拍开了呢，到伊开始要红色的进前呢，吼，才会当画一个，吼，才嘛有一个时间点，这个，啊，才有一个柑仔色甲黄色分布的所在，啊，这个所在是啥物款？是啥物特色？啊？啊，咱画这个箭头，这个范围呢是啥物特色？吼，各位要看觅呢？啊，迄是啥物特色？送气啊，哦，因为咱讲咱认为这个是拍啊，所以伊迄个区域就是拄好送气的特色。所以你来看，咱要送气，就是你的空气要走出来嘛，吼。所以你来注意来观察，你喙还未开进前，空气是无可能出来啊。你喙向拍开了，你的送气音头前遮拢是空气，
所以你量的拢是空气，啪啊啪啊啪啪啪啪啊，所以这区呢全部拢是空气出来，所以伊只能量较细啦，哦，会出现红色拢是有无音啦，有无音的时阵较有出现红色的，所以你话啪，这是空气出来尔，所以是安尼，开始有这个就是啊的所在啊，所以这就是送气。送气的特色，啊，这嘛共款，你甲录3解，每一解啪啪啪，你每一解录的时阵呢，你会当发现讲，你这个时间点呢，会当测量出无共的时间点，伊可能差千分之几秒，还是讲万分之几秒，足细啊，吼，伊秒数是足少的吼，啊，所以呢，啊，这呢，你若是秒数愈侪，表示啥？你会送气愈侪，吼，啪哦，你若一安心的足长的时间足长的时阵呢，表示你的泡送气送足侪。啊，你若较短，啪啪啪，啊，这就变足短，足短就是你的送气较少。所以你即个你若短，一直短到尾啊，拢共款爱着甲迄个清音一模一样啊，对无？吼。所以呢，当你送气送伤少时，人听到的是啥？你发的音做成清音啊，安尼知影吼？啊，所以咱人伫发的时阵，伊即个发音呢，每一解是无啥解，伊有一个 range 一个范围啦。啊，譬如讲送气即个音呢，你大概是伫0.0几秒之间即个范围，拢是你送气的。哦，啊，你若清音的时阵呢，哦，伊即个范围嘛足细，哦，差不多。接近是0安尼的范围啦，哦，所以你若像咱台语内底呢，你若咧称量，咱台语你若甲量巴、啪、吧这3种的音呢，你会当称量出3个 range 3个范围出来，啊，这3个范围足清楚的，袂有交接的所在啊，袂顶塔的所在啊，啊，因为咱台语内底这3个清音、落音、送气，这是有区分的。所以咱会分甲足清楚，但是呢，你若话一寡语言内底呢，伊若毋是3个拢有分，伊若譬如讲清落无分的呢，伊的 range 会加足大啊，伊的 range 就足大哦。咱再来看卖吼，像这呢，这是我进前咧量的吼，台语的即个落读音吼，伊的 VOT 量出来是安尼吼，这是资料吼。啊，英语呢？英语这我是用另外人发表过，吼，美国迄边吼，迄个杂志内底有发表讲，啊，英语的 VOT 呢，因量出来是安怎来做一个比对啦，吼。啊，咱来看者吼，伫读音内底呢，只有4组吼，这呢，这边才是英语的，吼。这是英语的，啊，这是英语的，啊，倒手边这是台语的，这是台语的，啊，台语我量的，啊，英语是我用编的人用好的，吼，啊，这是针对这个咱台语，哈，咱先看台语啦，哈，台语呢，无波这两个，无波，啊，落音、清音。啊，这两个呢，我量出来，这两个范围伊的 range 足明显的。你看啊，波的音呢，就是这，伫差不多0到30 millisecond 就是千分之1秒啦，哦，所以就足接近0的啦。哦，这看起来虽然是有30，不过30是千分之30，安尼知影一千分之30，吼，所以是足细吼。所以咱发台语的波的时差拢是伫遮啦，个范围差拢是遮吼。啊，台语的无的时阵呢，咱发出来是差不多遮，差不多-140到-60这个卡刀，啊，这嘛是千分之1秒啦，吼，就这个范围啦，啊，我发吧，啊，发足侪解了，统计起来差不多，伊的 range 是伫遮，啊，伊的 average 平均点是遮啊，一点较粗的，这是伊的平均测啊，啊，顶后这个波的音嘛是伊的平均测是伫遮。
平均值是伫遮所以接近零啊无呢，无的平均值是接近 -80millisecond 这是咱台语的，咱台语拢无定塔着嘛即两个足清楚咱即摆来看英语的英语的资料呢，伊即个minus 就是咱拄则迄个 VOT 热量，对无热量的时阵呢你像讲即个无咱讲伊 minus， 因为迄个草布是伫开喙进前的，开喙进前的咱叫做 minus 若开喙了的，迄算 plus 的时间所以 minus 的意思就是讲，你开喙前的千分之80秒，你就已经开始有录音出来咱知minus 是讲你开喙进前就已经有迄是用即个数学的方式来表现好咱来看英语的呢，英语的伊发表伊量出来即个呢伊有两种两个 range， 伊发音的是有两个 range伊的 B 有两个，一个是伫对，一个就是伫遮，为 -20到加 -130左右遮伊的平均测是 -100伊的 average 是头伫遮伊个另外一段是伫遮，伊量出来拄好一个，差不多平均测是0遮即个你若听起来像啥？就像宝对咱台语来讲呢，伫遮就是宝意思是讲英语的宝其实嘛有两种啦，迄叫做 allophone 英语内底嘛有两个啦就是伊有时是无迄个无录音的，伊的 range 是伫遮有时阵呢伊有嘛 allophone， 有的人伊有可能发音会落伫遮嘛有可能就是讲伊的英语呢伊有即两个 range， 所以呢有当时你听，而且呢有人发现讲讲英语的人敢若有一个现象伊即个录音敢若有要豆消失的迄个现象，意思是讲发伫遮的人敢若有愈来愈侪啦发伫遮的人愈来愈侪但是不管安怎，伊即摆是两个拢有啦发伫遮的足明显的录音的嘛有，发伫遮的听起来足像清音的嘛有啦，英语即摆是两种拢有当然到底伊的趋势安怎，迄就是做英语研究，譬如咱有英语老师恁有敢去做调查美国人、英国人因你爱调查较侪人，爱看因有啥物发音的趋势无？但总是呢，录音的遮嘛有一节所以你有当时你会听到美国人讲伊迄个录音呢，敢若无遐落呢，无遐落的意思就是讲伊发音的时阵呢，伊迄个录音伊往0遮来发就 VOT 的角度来讲，伊会较接近0遮，伊发出来较接近0遮伊若较接近0遮，就表示伊录音较无遐明显这是即个英语英语拄好因量出来，伊有两种的即个现象原因是遮所以真侪人会误会拢会叫是讲美国人讲的应该是清音，其实毋是的，照讲嘛是录音会甲定做落，迄是就声韵的角度来甲分类，嘛是会甲分做伫即个录音较好所以像讲英语内底呢 ，boy good boy 还是讲 monkey boy 狗囡仔boy 这足侪人拢念做 boy good boy boy 的音其实是无啥对的是无的音boy 当然就是讲伊嘛有可能少数的人伊会发对遮来迄嘛是有可能不哩个大多数的人拢是发伫遮啦所以你若发伫遮的时阵，所以你若即两个来对比的时候，你若看基本上嘛是甲咱台语真合啦就是讲咱台语的录音才会伫遮英语的录音呢range较大。你若看伊若发伫 -20的时阵，表示啥？伊即个录音已经较无遐落是毋是咱拄则讲伊即个 minus 若愈侪，表示伊录音愈明显。录音愈明显的意思就是，你喙还未开进前，你脑就开始震动像爱着足久的就是拖足久的，表示伊 minus 足长的，表示录音会足明显的所以因为
美国人的这个 range 足大诶。你看，伊到 -130，甲咱共款嘛有呢。啊，但是伊-20嘛有呢。所以就有专门研究英语的人讲吼，英语有一个趋势是落音豆豆在消失。这个甲咱台语嘛，某种程度嘛是安尼的。你看咱台语吼，咱讲台语对无？毋过你也看，愈来愈侪少年辈台语拢讲对台语去啊呢，迄个歌拢无去啊。毋是胖见，啊无就变台语，但迄个歌可能变到歌去啊，会有即个现象啊。所以落音因落音也较歹发，所以落音消失去，即有一个现象。当然，这伫英语内底到底伊这个现象到什么程度，这就爱靠英语的专家去研究啦，迄都毋是我的专长啦，好，这是为 VOT 的角度来咧讲，咱台语的即个落音清音的区分啦，这互大家了解一下所以这你若了解，你就知影讲，基本上无 V 还是爱读无啦，迄嘛是落音啦，台语的 V 呢，袂当当做是清音，好，安尼遮敢有啥问题？目前为止，遮敢有啥问题 ？OK 啦，好，过来，咱就过来讲即个音素变体的概念音素的概念各位就豆豆有愈来愈清楚咱过来讲这 allophones 音素的变体这甲这个词素的变体概念小可类似啦拢就是伊若毋是独立的音素，伊就是变做这个音素的变体甲词素共款，词素你若是独立的词素上好，若毋是独立的词素，你就变做词素的变体咱再来看觅啥物叫做音素的变体咱要注意即两个发音伫白话字当做文字来讲的时阵呢，即两个 S 发音是共的西瓜、三物件西瓜热天到食西瓜讲三物件三，即两个 S 是共款的。伫咱写白话字的时阵，不管是教育部还是白话字拢共款是甲当做是共一个音素当做是一个共一个音素来处理毋过呢，你若认真来甲看实际发音来讲呢，就语音的角度、语音学的角度来讲是无共的就英文学的角度、phonology 的角度C 三即两个 S 是共一个，因为咱认定是共一个音素。毋过实际上伫发音的时阵呢，其实是无共的，迄是 phonetics 的角度、语音学的角度，就是为伊物理性质的角度来看是无共的所以你若是 phonetics 角度就是咱 IPA 咧转写的时阵是会写做安尼即两个啥无共，即个 C 三你斟酌甲听。C 三即两个 S 敢有共差伫对？若无共是差伫对？来，各位又看觅，搁念一解C 三 C 三，请问即两个有啥无共？又看觅。老师是一个较悬，一个较低。迄是无音，伊当然是悬的悬无音嘛，是低无音嘛，悬低。毋过 S 呢，若即个主音有啥无共？喙擘开的迄个程度无共，C 较扁喙，三爱擘较开，三喙爱擘较开。喙擘较开，迄嘛是甲无音有关系。因伊是悬的嘛，是低无音嘛，所以喙会变开。所以其实呢，主要是遮啦。你看，即个我用跳尾流的 C，即个符号呢，
伊是一个 C 啊尾溜个翘起来，所以呢，伫台语内底我叫做翘尾溜的 C 啦，这是 IPA 的符号，所以后间咱讲翘尾溜的 C 就是记即个符号，翘尾溜的 C 是啥呢？伊这就是一个 palatalization 的音啦，恶化音去啊，就是讲 S 三，咱即样讲 S 是伫对，三起化音对无 ？S 是起化音毋过呢，你来看哦，你若念三的时阵，你的喙齿的离你的起化较接近，三，毋过你若发C，请问你 C 的时阵，你的喙齿敢有拄着顶头喙齿环？敢有？你也观察看觅，你念沙的时阵沙，你即时你念沙的时阵，你喙齿一开始会较接近顶头喙齿环，沙，了才喙较开对无？一开始会先接近气环，所以咱会叫伊气环音。毋过你若C 自头到尾拢袂拄着气环，有无 ？C 过，所以你伫发即个时，其实你袂拄着气环，所以迄是啥？伊毋是气环音啦，即个是啥物音？儿化音咱再来看这个 IPA 的表格这个表这个进前我看觅IPA 你看觅这个我再当放大吧拉近显示咱来看觅这个翘尾溜的 C 是啥物所在呢？伫超这个所在遮啦遮这个差不多伫即抓遮伊即个符号看觅。伊的 palatalization 就即抓遮差不多是伫即个，差不多伫即个附近遮啦伊即个喙齿呢，伊就毋是原底原底咱讲摆咧庙，迄个无，迄个 S 呢 ，S 伫咧 ，S 伫遮，LV 的LV 的起化音，原底 S 是伫遮但是你到翘尾溜的 C 的时阵，会刷来即边去较刷来即边遮，等会较后壁小块你的喙齿尖袂拄着顶头喙齿环 ，C 即种呢，咱家己本身袂感觉着，咱袂去注意着，因为即个呢，儿化音呢，伫咱台语内底，伊毋是即个独立的音素伊毋是独立的音素伊呢毋是独立的。伊是敢若出现伫即个音素变体内底尔，伊袂造成譬如讲有一个 C 还佫一个 C 袂啦，咱袂有迄个因为对咱台语来讲，发音无好发，袂关系当然其他语言方式有啦，但是伫咱台语内底无啦所以呢，伊这呢，伊是咱来讲，这是一个音素的变体
啊，咱来讲伊这是一个音素的变体啊，也就是讲 S 呢，这是一个音素。啊，这个音素伫咱台语内底呢，有两种的变体，啊，对两种变体就啊，就这啊，这两个变体，这两个变体拢是 S 这个音素的变体，这呢，这个符号爱记住咱用两个粗线，粗的线，这呢，这表示是音素的意思伫语言学顶头呢，用粗线甲用四角倾来倾的意思是完全无共的用粗线是为声韵学的角度来讲，伊是一个音素所以咱呢标示这两个粗线，表示 S 这是一个音素这个音素伊实际上伫发的时阵呢，伫无共情境之下，伊会有无共的变体出现。这个变体，这就咱用四角倾倾起来，这是 IPA 所以用四角倾倾起来，这表示咱是为 IPA 为语音学的角度来伫描写所以 S 这个音素呢，咱有两个，一个是翘尾柳的 C， 一个是 S， 这两个变体这两个变体是什么时阵会出现？而这个翘尾柳的 C 呢，伊会伫 EA 头前出现啦 ，EA。会头前出现，你会当发现就是讲你做调查像咱讲即个描写的语言学咱为描写咱去找人来做来接受咱的访问录音，然后迄个测试，你会当测讲无共的母音，伊会造成伊主音的改变你会当发现讲那 EA 的时阵呢，伊拢会变做 C， 翘尾柳的 C 啦。这种音素变体那其他情形就是拢 S 所以这个写法爱会晓这是这个声韵学内底的写法这种的表示方式就是讲 S 这个音素伊有两个变体，第一个变体就翘尾柳的 C， 这个翘尾柳的 C 是什么时阵出现？画一顺有底线，这顺就是伊出现的位置伊出现伫什么货？出现伫 EA 的头前所以这爱看有这个底线是表示出现的位置伊迄个语言学顶头的符号意思是安尼剩的就是其他的状况拢会使其他的状况就是拢 S 啦若是 EA 的头前呢，就是拢翘尾柳的 C 安尼这部分安尼敢有啥问题这是音素的变体音素的变体这呢，你若用咱正经讲的像讲英语内底伊嘛有音素的变体波这个符号，伊有是读做波，有是读做坡伊嘛有伊的规则所以迄是音素的变体通常音素的变体呢，母语native speaker 啦讲母语的人伊家己无法度发现啦，伊家己袂发现出来除非伊爱受过训练譬如讲像各位以前可能恁袂注意到这的差别咱就莫讲嘛，确实拢写 S 尔的 SI、SA 咱会想讲，咱会知影有迄差别因为迄若是你的母语，足自然，你就感觉迄无啥物区分当然你若受过语言学的训练了，你就知原来迄是无共的实际上伊会无共这逐个语言拢有即个现象，逐个语言拢有音素的变体这音素的变体各位爱理解爱知影，因为这足重要，伫语言教学顶头，包括语言学习顶头，定会用到一个概念有当时譬如讲咱要做台语教学的时阵，你要甲伊教也是讲咱要讲学外语的时阵呢，你会发现讲这个音，它会感觉听起来伊的变化，有时念的无共，无毋对有时你听起来无共，迄就是因为有变音素的变体所以你若会当掌握着迄音素的变体，伊的条件是安怎的时阵呢？你去发音的时阵，就会较符合 native speaker 的发音譬如讲，咱听外国人你讲台语，你会讲伊发音一听就知影外国人，为啥你听得出来？因为伊伫掌握这音素变体时，
无一定占也会清楚啦。所以伊发音的时阵呢，就抓袂好势啊。当咱譬如讲咱用翘尾溜的 C 的时阵，伊可能毋是发翘尾溜的 C 啊。当咱发 S 的音的时候，伊可能毋是用 S 的方式咧发啦。就是音素的变体甲伊的条件，这要掌握袂好势，无简单啦。有当时啊，咱虽然知影这原理，毋过你真正要发的时嘛，无一定发得出来啊。这就讲袂输即个奥运比赛共款呢。你教练理论捌足济啊，要哪拍，毋过叫你家己来拍，你敢会晓拍？你嘛无一定会晓拍，对无？你选手足够拍的，毋过你可能一寡论述技巧顶头无一定会赢所以这为啥一定拢会选手甲教练结合做伙？原因是这所以这嘛是共款所以这个音素变体呢，这个基本概念真重要这一定爱会晓咱搁举一个搁举一个例啦譬如讲咱台语内底呢，咱写做你 ，L-I， 你我伊的你，搁来拉伫遐拉咧拉这两个咱写拢写 L-I 啦，拉了啦毋过呢，其实呢，伊这嘛有音素变体呢，你拉，恁注意观察看觅，你拉这两个敢有共？你拉，你拉你，你看你念你的时阵其实是安那呢？你的喙齿会拄着对，你会先位起环遐才落来，你，伊较接近起环音呢，对无？你拉，咱讲伊是个变音 ，literal 的声音伊是个变音拉甲打呢无啥共呢，伊个位置无啥共呢，过来迄个音质嘛无啥共呢，所以你念你的时阵呢，其实迄个发音较像即个较像英语的你但是佫无完全共。有个人讲伊是个 flap sound 啦一个较像即个符号的这嘛是就是咱台语的即个即个音素的变体内底较特别的。有个人讲是即个啦你的时阵呢，一个 flap sound 即个符号即个呢，这一般咱嘛无去注意到咱一般嘛袂注意到这就是讲你甲拉呢，其实是两个无共的，伊有音素的变体。啥物时阵是顶头即个，伊若接 E 甲 A 啦，E A 就是啥？声母音front vowels， 伊就声母音所以若接声母音的时阵，咱台语较容易安怎？儿化的现象啦，儿化等于譬如 C， 迄个儿化的现象伫遮呢，伫遮时伊就变起化音，起化音会较像。过来呢，伊即个变成你呢，甚至讲伊就是起化音的落音伊起化音的落音即个呢，咱台语因为伊毋是独立的音素，伊是变体尔。通常拢是你啦、你啦，即个时阵呢，发音较像你的音尔。剩的时阵，咱的音拢是啥？咱敢有独立的 T 迄个倒迄个音咱台语呢，即个倒即个读音呢，伊是独立的音素。毋过呢，即个你即个呢，就毋是独立的音素即个呢，伊毋是独立的音素，伊是音素变体尔。所以咱无啥会晓掌握。所以足明显，咱台湾人咧学越南话的时阵越南话内底伊有即个 D 落音的 D， 而且伊是独立的音素。
咱拢发袂好势。道理的音素意思就是讲，无论伊接前无音后无音的，不管伊接啥物无音，伊拢会当发落音出来。但是咱台湾人无法度，咱敢若前无音的是较有法度发接近哩的即个音，所以咱台湾人咧学越南话迄个落音的哩的时阵呢，敢若无音啦 e a 的时阵发起来较成，若啊啦 o 啦，迄个时阵发出来就拢无成啊，会有即个现象啊。譬如讲啦，像讲即个越南话内底呢，越南话的即个落音呢，因是因文字符是用一环，佫有一环代表啦即个呢，即越南话内底呢，伊这是落音的即个越南话念做啦是有落音的哦。毋过咱台湾人拢会念对啥？念对即个倒去，拢念对打，喙打的打，其实毋对。为啥咱会打念袂出来？因为咱的即个落音呢，敢出现伫前无音尔。你若后无音，比如啊的时阵呢，咱拢会发对啥？发对即个清音去啊，拢会发对遮去啊。所以即个呢，啦。咱拢会念对打，即两个无共哦，恁听得出来无？我搁念一解啦，搁念清音的打，清音甲落音其实是无共的。即个呢，咱台湾人拢发袂好势，大多数的台湾人伫学越南话发袂好势，包括我嘛共款，有当时发嘛无一定会准，所以这就是未来就讲语言学内底。要讲到教学，爱去讲到迄个对比，语言的对比台湾人要学越南话，还是越南人要学台语的时，上好是台语甲越南语的对比，爱小做者，会当去分析讲，啥物音对咱来讲会有啥物困难，原因是啥？所以像这呢，咱台湾人伫学越南话时，则爱加复习过因为即个落音接上后无音啊啦 a 啦，接上啊啦 o 啦 u 啦。咱拢发袂好，听讲嘟，咱一定念对嘟，拢是倒的音清音这就是像这咱咧，若是台湾人要学越南话，则得爱加强倒变怪越南人要学台语的时，嘛是有一寡音，因会较歹掌握的，遐着使加练习一寡这是即个音素的变体的概念，安尼则敢有啥问题？OK 啦这是音素变体安尼 OK 啦安尼呢，当然呢，来即个一个小小的作业互恁当下练习看觅，明仔载再来讨论啦以前呢，咱台语的即个白话字呢，早前1930年代以前伊个白话字的写法，甲即摆小可无啥共以前有 TS 甲 CH 的差别即摆是全部拢用 CH 白话字当然到后步是用 TS 这是以前呢白话字用 TS 甲 CH 的时阵，伊拢会写做安尼。你等下恁分析看觅呢？啥物时阵伊会用 TS， 啥物时阵用 CH 是啥物原因？是啥物原因？你为即个欧罗凤音素的变体角度来思考看觅。你甲迄个，就咱拄仔讲迄音素变体要安怎写？你练习甲写看觅呢？即咱明仔载呢上课时则过来讨论伊的正确的答案等下小想一下安尼这敢有啥问题 ？OK 啦好，安尼咱今仔就先介绍到遮到音素的变体。即个部分好，安尼咱今仔就先上到遮明仔载再去继续好，大家拜拜。好，多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